桃园机场接运表示，讲边境开放了后，发现到日本也个韩国游客坐机场接运的人有变较多，所以对7月24开始，桃园机场接运的到站广播会增加日语也个韩语。也若外国游客听到这个消息，拢感觉讲安尼是真好的。 桃園 HSR Station、高鉄桃園駅、桃園高速철도역。 除了原本的英语，桃园机场捷运的到站广播，为7月20日开始，会先增加2种外国的语言，分别是日语和韩语。机场捷运是表示，边境解封了后，发现坐机场捷运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变较多，所以就先增加这2个语言。那我们有发现说，日本跟韩国的旅客还是搭乘机场捷运的主要的乘客。那因应的这样子的状况呢，我们公司在 A1、A3、A8、A12、A13，还有 A21跟 A22这几个重点的车站，我们在之后会增加日文跟韩语的车站的站名的广播，来服务我们日韩的旅客。 针对这个措施，外国旅客感觉也真好，因为更加方便，而且唔是每一个旅客拢会晓华语。安尼听到广播的时，就知影要到站嘛。I think if I hear Japanese, I know where I go, and I think visitors understand more easily to go where. Yeah, I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because I think 中文 is litt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. 人蛮好的，怎么说？不是每个人懂中文汉字吧？根据观光局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4月来台旅客有162万人次，其中韩国是第1，日本是第2。机场捷运是表示，未来若准有搁较侪其他国家的旅客来旅游，嘛无排除增加其他语言的可能。记者柯家山、曾准佑台北报道。